那每一个人刚才讲能力都有，刚才讲没有那个十全十美的，但是一个团队来讲，就是每一个展现他的能力，每一个展现的能力，我负责这边，你负责这边。刚才讲了，分成负责就是怎么讲，环环相扣。那环环相扣啊，就是说大家我做的工作，你做的工作，把它衬托起来，互相的合作起来。道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办道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办道是所有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分层去负责。唔讲你能力较大，我就拢要做；你人能力较大，袂甲你两个人来做，这合法的看法。所以重己轻下，3个臭皮匠会胜过1个臭皮匠，但是就是要分层每一个人就是本来应该做的做，然后相互衬托起来，合作起来如果能够合作无间呢，那当然一个法会也好，或者一个怎么样都会成就的。好，第6点，互补不足，包容别人。刚才讲人没有十全十美，所以刚才也谈到，你身为一个人才，你是跟坛主是一体两面的。那既然一体两面，坛主可以做人才的事，人才也可以做代替坛主，刚好你如果没有工作，可以代替坛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边是互补，互相补互补我们那一个不足的地方。那你有办法不足是说，我身为一个修道者或者一个办道者，我本身具备应该有包容心去包容别人的。你有包容心，你才会互补不足。你互补不足之中当中的时候，你要有心去包容别人，去容纳别人。我们常常一个在办道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自我意识太重，也就是我们讲自我主观太重。那主观太重不是不好，或许跟这些道经讲，主观太重不是不好，你本来人就是要有主观，但是当你主观要确定之前，我们一定要有客观，听别人的意思。当你客观之后，听了之后才容纳你的主观，那我相信你的主观是比较正确。那一个道场里面一样我们身为人才，我们怎么样来协助点传师？我们怎么样来协助我们坛主？我们身为点传师，我们也没有十全十美所以我们看到点传师没有不足的时候，我们默默的去补足他。那重要叫包容。包容的意思是说，在互补之中，包容是只有宽容的大量的这种心容纳别人以外那包容还有另外一种意味，叫做什么？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同身处。你如果用处处以别人的角度在讲，你的心就会包容给别人。那包容给别人的时候，让别人去补足我们所不足。所以在道场里面很多都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个特长专长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能力。那我们身为人才我们来协助一样，或者我们以后有一些道经里面来说，我们怎么样去融合起来？这个叫做互补。所以我们为什么圣人就补天地就不足？一样的道理。天地这样，天地的造化是无所不至，但是它也有不足的地方它阴阳也有不调和。那我们身为人圣人，他就是能够调和，能够补足天地的不足。那人与人之间尤其这个团队里面，怎么推展这个道路？我们要用包容心去包容别人。坛主包容坛人才，人才包容，大家能够刚才讲相互合作起来，那整个团队里面就没有缺陷把它构成一个什么？一个非常巩固的一个网。这个巩固的网的时候，道心如果进来的时候，刚才讲的引入进来的时候，它就马上存在不会有漏网之鱼这是第6个。那第7个就是在这个前面这2个阶段里面那最后我们团队才能这个团结才能够共事、共修、共办。所以一个团队来讲，一定要有共识。那你要共识之前，你一定要团结。团结的意思是说，你每一个人心里的想法要一样。
我们讲要同心同德，在典传师的领导之下，那我们身为也是人才协助坛主，我们怎么样来配合起来？所以要有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就要共同的一个，包括我们人才与人才之间也是要有共识。所以你不团结，绝对不会产生共识。但是在团结共识当中，可能要去磨合。在磨合当中我们尽量不要自我意识太重。如果自我意识太重所以我们一般讲什么叫做沟通？沟通不是别人听我的意见叫做沟通，沟通是要倾听别人的意见，那个才叫做沟通。就刚才后学讲了，你有主观，但是你要听人家的客观，然后才融入你的主观。这样产生共识。你共识之后我们在这个道路去推展，在佛堂的这个道场里面，我们才共同修持来共同修道跟共同办道。所以没有共识，绝对没有办法共修共办。所以看有一些道中的团队里面，或者一个佛堂里面，也是有一些比较不和谐嘛。所以团结共识里面共修共办我们道场里面常常叫做和合的道场。所以老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弥勒家言？弥勒家言是什么？是一个和和气气、和和睦睦的，将心比心，不分彼此，互相帮忙的，这个才是叫做什么？弥勒的家言。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团结共识当中我们能够共修共办，才能够共同成就我们每一个人的志向，找回我们的志向。所以这个团队就不能讲很重要。你看那个我们有一个原理叫做雁行理论，有没有？那个燕子在飞行，它是构成一个 V 字形。那 V 字形就刚才讲后期刚才一个什么？好像一个三角形一样。V 字形的时候，他们在飞的当中，这个燕子在飞当中它是第一只是领头的。可是领头它如果一直飞到他这一种方式在飞来讲，依他们的这一个专家在研究里面它可以减少就是增加它的飞行的速度是71%。你看，况且第一只燕子如果飞累了，另外一个强壮的燕子它会自动的什么跑到第一个，那这个累了这一只然后退回到他们那个燕子飞行的这一个队伍里面。假如有人落单怎么办？落单的时候，这个燕子或者受伤的燕子他们有2只会另外2只燕子陪它，陪到最后陪到第一个，最后它死掉了，没办法，它没有就又回到他们的队伍。如果他那个受伤了，如果伤务能够完整然后再也是一样恢复到加入到这个群组里面。所以这个燕子里面那理论是非常好了，是一个团队里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一段道路这一个道场里面大家能够有这种共识能够产生里面最只要它能够有什么有那一种那一种就是大家的保持它原有的那一种团结和团队合作啦，或者大家轮流做这个工作，刚才讲分层负责再来能够大家互相这样的帮忙，自己能够激励所有的同伴，还有能够互相怎么样来个扶持还有这个团队这个我觉得可以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一定这个团队里面是共修共办。那第8个，任理实修，莫着形象。所以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任理归真要实实在在的修持不要着着这样。虽然末法当中每一个包括其他的宗教一样，我们所面临的五花十这形形色色可是我们不要去执着。所以今天老师告诉我们修到什么？要戒相，要破相。戒的相要破相，知道万物所有的相都是假象，它是空相的，它不是真的。所以这个相能够破相，破相的意思能够看破这个相，对所有的相能够非常的清楚。你对相如果清楚破相才能够明理嘛，明白什么叫做道理，什么是真理，那明理之后才能够实修。
所以在行将当中啊，我们一定不能够只像今天我们来到佛堂，我们来到佛堂就要参加。刚才讲的引入佛堂就是当然怎么参加？啊，参加什么叫参加？当然参加佛是老母跟佛诸天神圣这个佛都一样，都是对的。但其实参加还有一种意味，安以功德事。那回去要持下，日以功德想。也可以讲说参以世间事，日去世间相。我们就是在我们55条佛规里面也叫莫着形象啊，不要去执着这个形象啊。所以这一项能够明理，不要借假借这个假而做，这是老师告诉我啊，说我们要认理实修，你要认识这个真理，而实实在在的修。那你要实实在在的修，绝对不能够外在的太执着。所以一定要反观自己，内照去找到自己，向心中去找到自己。所以点上师不是在点到点，但是是用中指点的时候，它是往内还是往外？是往内，在我们玄关是往内。那点上师又走了一个圈，然后再用左手再画了一个圆圈，就是叫然后那个手再推进去了，有没有？那个就是要让我们进去，向心中去观。所以南极先生讲要射，要亮，射进去要向前啊，这是在这三宝里面呢，有机会啊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们要论理实修，莫着形象。第9要谨言慎行，一心为重。所以身为人才，我们对我们的讲话，就刚才讲了，你在度人成贤当中啊，你的讲话言语是非常重要，所以要谨慎。因为言语是我们祸福之门啊，所以有一句话人讲的，一个人修持呐，这个讲话呐修了好些，伊修行就已经成就一半啊，这个不是没有道理。在十善道里面呢，言呐，身口意的这个口的言呐，里面就有12，所以我们要去谨慎。你讲的话一定要去实行，所以言行要合一，所以言故行，行故言，金主无不错。照耳言过行，行过言，稳住而不测色你。所以谨言慎行。刚才莫着形象是我们的10条佛规的第9条，那谨言慎行是我们15条最后一条，是非常非常。所以要言行一致，因为你讲的话，你要成全这一些道经的时候，你讲的话是不是落实在你的行为当中？所以你如果落实你在行为当中，我们讲是言行合一。那言行合一的时候，该说你这个人讲话有信用，安尼，伊感觉讲你这个道就是真，你这个道是足好，所以你讲话伊要信，你成全伊就会当接受。这个谨言慎行最主要就是，只要我们有一心，不是两心的，一心来为了这个大众，为了众生来让他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是我们的愿力跟实力啊。好，第10点叫做此时修办，此时成就。所以在末法的时期，白羊的这个时期里面，我们是白羊是应运的。所以在我们浅谈之经里面讲，申请书在讲的莫一朝须未言明人在此是一反，一复是得返乡道，先来死期见堂见。这个时机就是我们三佛应运，这个时机是我落日在人间，我是一贯道一个人才。那我在我们的一贯道人才当中，我半年的修道跟办道我们也要把它做得好，做得卓知所以这个时候有这个佳期良辰。人家讲当面不是寒香时，过后难红你风雨。所以三期末解时最后一个末后一早是千圣不传的诸位人才。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修办。所以老师，这个修办你有办法做好，一次修一次成。真的在求道的当下，我们真的可以超生了死。今生今世，此时此刻，只要你用心去操办，真心去操办去修持，那绝对最后会成就。所以这个是刚好这个时机
那么以前都刚才讲是先修而得，现在是先得而后修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良机，加紧养成，这个机会啦，各位，然后一息民心讲这个万劫不复啊，这个时机啊，各位，某一朝时机如果够，你要经过129800年啊，那800年又能够遇到佛来转世又不一定啊，所以诸位啊，这个时机是会好。今生今世最有意义的，就是在修道跟办道，所以希望诸位人才要把握这个，不要浪费所有一切。在这个最后，或许用开台尊王里面讲过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今生求道，因为三世的因缘才有机会求道。那开法会，像我们今天的法会，诸位基友都具备了5世的修行，能够住佛堂，必须有7世的修行。今天重点来啦，今天诸位人才都是倾国荡漾的，对不对？你们都经过10世的修行，也就是今天诸位在座人才，你都是有10世的修行，才今天能够在线上跟大家来结一下这个缘，所以不简单，不简单。那这句话大家都懂，都有听过，也讲过，但是重点在后面。今生你我在修办的这一个船行上供养法船，你可知道有多少世的修行？不可数也，没有办法去细算。也就你是以来，没办法。所以这么多世以来所吃的苦、所舍弃的，多过于你今世想追求的种种。诸位，今世不。杨老师，不好意思，这边没声音哦。这边也没有声音呢。断线就会没有声音了，网络中断了就会没有声音。是不是电脑出了问题？应该梁老师那边断线，或许再联络一下，然后。OK。你已经没办法，所以我们要把握得住啊。好，最后或许做一个结论。好，今天我们来到刚才拿到人间，后学用一个三角形，现在回去的时候，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共修共办，在典鸾社领导之下，我们身为人才，我要完成我们的愿力跟使命，这个就是代表我们要圆满我们自己。或许就用的圆圈。那圆满自己是要做什么？就回到我们老母的身边。所以刚才我们之前讲的一母之子一时。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故乡，就在老母的身边，真的能够当我们真的能够就是我们是圆台佛子婴儿刹。那这个来讲，今天我们的主题里面就是我们要立愿了愿。所以刚才讲我们立下10条大愿，也立下的千口愿一个愿我们要去了，不了绝对。刚才讲漏不，你若愿不能了，狼法相犯。所以愿了了才能够还乡。所以老告诉我们，你们是成年人了，当然要了愿。那了愿而归，就是要透过去了愿我们的使力，我们愿力立了，我们要去怎么去实行，然后把我们责任做出来。再来使命，我们要知命立命。命我们知道，刚才讲我们是天命之谓性，上天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志向。这个本质性本性，
我们要从自信本性去流露出来，建立起来。你要立命，就是要修身养性，也就是要修道跟办道，来展现我的这个命能够呈现出来。命了就归根了。你立命之后啊，达到一个究竟，一直修，一直修直到最后能够了，就能够归根复命。所以这边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跟大家分享的里面母字的写下来，两个都是了。了的意思就是了解、明白、知道、清楚。所以在点道词里面呢，我们有谈到了，在点分道的时候讲，这是之明路了解还故乡。今天名词一指，这一条路是真的能够让我们了所以这个了里面加上佛经里面叫做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清楚又清楚，完全没有一点怎么样疑惑。他们完全没有一点疑惑，就是法传里面刚才讲这个三角形里面是一个智慧。这个智慧里面呢，就是说你在了当中啊，你一定要智慧能够显露出来。你智慧能够显露出来，就是能够了解自己。那了解之后，自己之后，你能够展现制造外在的，你才能够救化。刚才讲能够度人增减，救化所有的一切众生啊，所以才能够对众生能够慈悲。所以一个是智，一个是慧。所以智慧能够流露出来，佛家所讲的能够悲智双运，就是讲这个道理。那今天请坛经也是一样啊，就是让我们了解还故乡，真的能够清清楚楚了，把我们的愿力能够什么去把它实现出来，把我们这个天命的你的自信本性能够完全展现出来，那这个才能真正能够落实到我们今天身为一个人才，我们应该有，也必须能够做得到，也必须能够落实出来的愿力与使命。好，或许感谢天人师德，今天或许跟大家报告到此结束。如果不圆满的地方，我们请父前人以及各位良人师领命自己，以及各位线上的这些人才，也或许使劲或许只是抛砖引玉，或许也是才疏学浅因为时间的限制刚刚好是9:55。那或许最后敬祝各位，感恩给大家给或许这个机会，也祝福我们贵知县能够道路红伞，也祝各位前人大的线上的这一些人才能够福慧具足，圣还怎么样能够如意。谢谢大家。感谢蔡姐禅师慈悲，大众请起立。感谢蔡姐禅师慈悲，全道一鞠躬。谢谢大家给或许这个机会。好，感谢两人师我们带来这么殊胜的课题那接下来呢，要恭请前人为我们结颁致辞。大众请起立。贤道一鞠躬，科道一鞠躬。好，谢谢各位大家指导。非常感谢我们蔡良师精辟的分析，人才应有愿力与使命。那我们非常感恩，因为道场非常重要，就是人才的一个使命。愿力是一种动力，那使命是一种责任。那当然，如果没有这种动力，我们就没有责任去行使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尤其在我们今天的蔡良师，分析非常的透彻，有关的人才本来具有的这么的一个愿力使命。当然，我们真正去了解一问道弟子，有人在想说，我身为是一问道弟子，我在道场也没有收入，也不是得到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有这么的一个压力？我为什么要这么的辛苦？我们有时候会
对自己的这么的想法，甚至于呢，在道场有时候一些压力，我们就感觉越来越远。那当然，这个都是我们人才必须要巩固这个心理的一个变化，因为你要记得，刚才我们蔡老师所讲的人才要达到清口，要达到替天来办事情，你一定有修行已经时代了。佛陀在《金刚经》的第6分，佛陀跟须菩提他讲一句话：须菩提，当知世人不以一活、二活、三世五活而种善根，欲于无量千万活所种之善根。因为佛陀跟须菩提说：须菩提啊，你要了解这一群人，他为什么能够持戒修的这一群人，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他也不是一个临时蹦出来的，他因为已经供养无数佛，甚至于在无量千万佛，他有供养过佛，但是只是他缺乏，他没有去修智慧，他只是修福。我们时常讲说，要1万道地主不为双修，智慧不具足，福报不具足，当然要修菩萨道，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难免我们白羊弟子现在承担了这种的使命，以这种的责任，基本上，那我们的责任越大的人，说我们的那个层级越高的人，当然修行了没有所谓的高与低了，但是佛陀在《金刚经》就跟我们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是一个差别位，差别位，他一定要修无为法，但差别位只是一个责任。刚才讲的这个位置是一个责任，请问前人要不要去做他的责任？要不要？后前人要不要他去行使他的责任？那我们的典书呢？要不要去行使他的责任？那我们的领任、我们的助理、我们的组长、我们的处长、我们各地方、我们个人的使命与责任，那我们个人要去了，这个都是了个人的愿，了个人的愿，因为你知道，你已经修5世你修5世了，你有这么的因缘，而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要以什么？要真正，如果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一个转念，它是我修忍入道的善知识，它是我修忍入道的善知识。这个压力是给你的成就，这个压力是给你的成长，而不要把它当为是一种的很辛苦，一种的劳累。有时候我们前辈子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越做越高兴，越做越累越欢喜？因为你把使命了了，你的愿力已经发出，你使命了了，你的责任已经了了。当然，你的责任了，就好像你心中的一块石头把它搬掉了，你没有心中的这个石头的压力了，那当然你心中没有物，当然是最高兴的啦。我们心中有物，也不是说我每天都没有事坐在那里想东想西，这样你就会高兴，反而什么会带给你更多的复杂，也带给你更多的烦恼。为什么？因为你的使命，你的愿没有了，所以愿没有了，你的愿就没有消嘛。你愿没有消，我请问你会高兴吗？业力缠身，你会高兴，你会快乐起来吗？很多问题都找来了。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我们的蔡典师，就跟我们开示的愿力与使命，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懂得，我们今天在做的是非常殊胜的。我们在此生，在这一辈子，能够在一问道道场扮演的一位人才，就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光荣，不白人世上。
白过书放。这个是我们今天蔡典师就跟我们讲出我们的人才必须的这些重点。但是我刚才讲的一件的事情会遇到，但是我们都要以什么？都要以智慧来化解所有的困境、所有的困难。没有智慧就没有力量，有智慧才有力量化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那当然，今天的课程或许就5分钟做一个结束。那再感谢蔡莲师对我们义和我们的道场可以说非常慈悲的关怀照顾我们道场他没有被批除了再次的感谢。最后也祝各位大家身心愉快身体健康，也祝我们蔡典师大红展。我们在谢谢蔡典师青春快乐小巴黎。好，感恩啊，这边感恩，这边感恩，谢谢。感恩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蔡典师有时间来这得。好啊。朋友行嘞。你当来行嘞。好啦，有时间啦谢谢，感恩，谢谢你见人拜拜。谢谢。大众请起立。感谢付前人慈悲，前到一鞠躬，后到一鞠躬。那付前慈悲，我们现在一起闭班喽。一起闭班。中华民国111年，新义义和爱城单位青上人才精湛班班员成，向无极劳动行30公里，前到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1鞠躬，感谢付前人慈悲1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慈悲1鞠躬，感谢蔡点传师慈悲1鞠躬，谢谢大家。跟道向无极劳动行30公里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1鞠躬，感谢付前人慈悲1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慈悲1鞠躬，感谢蔡点传师慈悲1鞠躬。各位前贤午安。好的，午安好，谢谢。午安，前是午安。晚安，不是晚安。午安，感恩。